Hi， 呢本書叫做《可憐的我，可惡的你》，作者岸見一郎。買呢本書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書名。喺《被討厭的勇氣2》嘅時候咧，岸見一郎提到阿德勒心理學當中提到，每個人都不停喺度睇住可憐嘅我，可惡嘅你，但係當中就好似一個三角柱體，我哋淨係睇到呢兩面，但係最後嗰面呢，就係今後我哋應該點樣做。我哋不停咁捋住可憐嘅我，可惡嘅你，我哋解決唔到問題，只有去令佢最後嗰面，今後應該點樣做先至係王道。喺呢本書入邊，用7堂嘅諮詢課講咗人世間嘅6種人際關係，包括阿德勒所講嘅一切嘅人際關係嘅煩惱，自我、朋友、職場、戀人、夫妻同埋親子。由呢7堂嘅諮詢課去改變我哋嘅受害者思維。不停 loop 住可憐嘅我，可惡嘅你，其實就係中意講過去嘅人。潛意識入面就係將而家所面對嘅問題推卸責任俾過去所發生嘅事，但係我哋其實冇辦法改變過去，亦都冇辦法改變歷史。同時 loop 住可憐嘅我，可惡嘅你，其實內心就一路執住我是對的呢個想法。對於往後係點，佢正在喺度拖延，同時可以加重博取人哋嘅同情。同時對可惡嘅他加劇咗佢敵對嘅關係。對於人們口中嘅可惡嘅他，唔單止係你唔中意嘅仇人，你會用同樣嘅方法，包括你嘅愛人、你嘅子女、你嘅家人呢啲嚟愛嘅人。對於我哋愛嘅人，好多時候嘅埋怨嘅主要原因係因為我哋唔識得課題分離，我哋肆意咁插手他人嘅課題，其實係會導致我哋嘅關係惡化。解決問題嘅線索就係從自己嘅課題入邊尋找。事實上，你冇嘢可以控制到，能夠改變嘅只有自己。當你自己能夠改變，相對應嘅對方都會多少可以作出改變。但係無論點，你都唔係為咗改變人哋去改變自己，你要做嘅純粹係只係改變自己就好啦。一切人際嘅關係嘅煩惱，就係你想肆意咁介入他人嘅課題所引起。好多時候，我哋介入人哋嘅課題，好多時候來源於係一啲壓力。擔心人哋睇自己會失敗，或多或少都係在意人哋嘅眼光。原因係你冇將人哋視為朋友，你視人哋係敵對緊你嘅。事實上，呢個世界冇一個人係完全能夠理解對方，同樣地，人哋亦都冇辦法理解你其實經歷過幾多個痛苦，幾多個艱難嘅人生。既然佢冇辦法完全理解你，因此我哋係唔應該掛罪他人嘅理解，亦都唔可以將周圍嘅人當成假想敵，簡直係荒謬嘅。阿德勒講過，一切人類喜悅嘅來源都係因為人際，同時一切人類嘅痛苦都係因為人際。既然喜悅來源於人際，我哋梗係要投身於人際啦。但遇到痛苦，遇到別人評價過激嘅表現嘅時候呢，岸見一郎佢話都係有對策嘅。我哋可以先打好失敗嘅預防針。明白呢啲失敗並唔係會帶嚟啲咩致命嘅結果，是所有人都係幫助你嘅朋友，任何人都存在都係對你有幫助嘅。與其嚟講話人哋喺度議論緊你，不如就話根本佢哋冇諗起你。我哋係人類世界嘅一部分，但係卻唔係世界嘅中心。你又諗下，講你壞話嘅人，其實喺你身上面花咗幾多精力，佢用咗幾多力氣去關注你。同時你俾人講壞話，亦都堅持做自己嘅時候，證明你自己係自由自在咁樣活着。而事實上，人哋過激嘅評價亦都唔影響你自身嘅價值。你只要專注於人哋點樣諗，反而會錯過咗眼前嘅事情。當遇到有人對你過激嘅言論嘅時候，學習將注意力放喺佢說話嘅內容上面，而唔係將注意力放喺到底係邊個嘴巴度講出嚟。學習尊敬任何人，包括你唔中意嘅人，並唔係因為對方係有啲咩優點，而係要嘗試將對方當成自己尊重嘅人咁樣去來往。同時喺另一個角度，人哋亦都唔會淨係談論你嘅缺點，亦都可能談論緊你嘅優點呢。在意喺人哋係咪談論緊自己嘅人，反而內心係希望人哋可以同對方多一啲交集。唔好害怕，要勇敢咁融入你嘅朋友圈，唔好過分在意人哋嘅言語。我哋要有做平凡人嘅勇氣，無論你係一個點樣嘅人，你都會有得罪人或者人哋唔中意你嘅時候。記住，既然係咁，我哋就唔使畏畏縮縮，直接中意咗自己，自信咁樣活，喺自己嘅缺點入邊揾亮點，即使係自己缺點入邊都有好處。當我哋唔再畏畏縮縮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視所有人都係盟友。人哋點樣睇你唔重要，最重要係你覺得係對他人有貢獻就可以啦。咁樣你都會中意自己，做一啲令到他人高興嘅事，就可以將只係關注自己轉為關注他人。大部分嘅時間，我哋都冇辦法讀懂人哋嘅心思，即使佢同你朝夕相對。
人類嘅思維同埋感知方式並唔係可以用簡單咁樣被解讀嘅，試圖去猜測同埋解讀呢，可能係會損害人際關係。唔好猜測，直接詢問，可以用語言去表達你嘅想法、你嘅感覺，放下角色嘅面具，抱有好奇心、趣味感去同對方傾偈。無論傾嘅內容係幾咁荒謬滑稽，亦都要做好傾聽嘅姿態，盡可能去理解對方嘅諗法，之後先至考慮自己選擇嘅立場。好多時候理解同埋贊同其實係兩回事，最後嘅決定交翻俾佢，就係問佢有啲咩可以幫到手。喺選擇工作方面，無論係邊一種工作，選擇嘅工作呢都係最重要嘅一個條件，就係呢份工作你係咪對他人有幫助。選擇一份你熱愛嘅工作，能夠貢獻他人嘅工作，你亦都會愛上你自己。喺愛情方面，世界上有兩件事係強迫唔嚟嘅，一就係尊敬，另一個係愛。妒忌係因為對自己唔夠自信，戀愛唔係靜止嘅狀態，而係時時都喺度在變嘅。而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無條件咁去相信，先至係信任。需要證據先去相信呢啲叫信用，係有條件嘅。人好多時候淨係喺縱向方面，就係諗點樣可以人哋愛我多啲，點樣我能夠成為矚目，而獲取到更加多嘅愛。可以處喺縱向嘅狀況，淨係關注我係咪被愛着。好多時候移情別戀亦都係成為一種證明自己被愛住嘅方法。而橫向嘅關係就係我唔需要特別俾人關心，唔需要特別成為矚目嘅對象，唔需要引人注意，我淨係直接咁表達我自己對他人嘅愛，我對他人嘅注視，對他人嘅留意就可以啦。當你選擇咗同呢一個人共度一生嘅時候，你就要接受喺人哋眼中佢嘅優點同埋缺點，呢個就係你做出決定嘅出發點，冇條件咁接受佢嘅所有，即使比你想象中有差距，亦都需要你能夠完全咁樣包容接受對方嘅一切，將腦海入邊理想嘅對象刪除，喺心底入邊尊敬佢，好好同佢相處。咁樣嘅決心係每一日都要攞出一啲，每一日都去經營。即使係共同生活好多年嘅人，亦都要將對方成為一個未知嘅對象，一個唔熟悉嘅對象咁去相處，咁去交往。喺親子關係入面，孩子變壞係因為父母冇過多咁關注佢嘅正確行為。當佢做壞事嘅時候，俾父母鬧，雖然冇細路仔會中意俾人鬧，但比起無視，鬧係一種令佢開心嘅事。孩子最唔中意嘅就係被無視，佢希望自己有一種被需要嘅存在感。父母嘅責任淨係改善同仔女嘅關係，其實其他都控制唔到。壞行為嘅原因，好多時候你問翻細路仔嘅當事人自己，可能佢都冇意識到，可能當中佢感受到嘅係呢啲壞行為係可以激嬲到大人，令大人擔心，從而博得關注。只要大人表示無論你做啲乜嘢，永遠都會認同你，令到佢獲得存在感，令到佢已經感受到被關注，相信壞行為亦都會減少。無論如何，父母淨係可以做到嘅就係同佢有好嘅親子關係，其他嘅孩子本身就有責任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生而為人，我哋要相信一切事情都有利於你。遇上問題，做一啲你所能夠做到嘅事情，相信事情一定會得到改善。真心覺得阿德勒心理學實在太正啦，同時岸見一郎嘅演繹都實在太好啦，可以淺白易懂咁樣講出呢個阿德勒心理學。希望呢本書你都有興趣啦。呢本書分享到呢度，拜拜。